中國人壽海外作為享譽國際嘅頂尖保險公司，時刻以客戶為中心，從投保、理賠、客戶體驗、創新科技，以至整合醫療資源方面不斷革新，為客戶嘅美好人生全程護航。智能投保，最快5分鐘出單，科技領先；極速理賠，無縫體驗；個人保險最快15分鐘到賬，團體保險最快5分鐘到賬。國壽匯盈重新定義尊貴體驗，4大客戶中心，一流設施，專業貼心。國壽海外 One Service App， 一 App 在手，保障無憂，統一賬戶管理，隨時隨地線上處理保險事宜。龐大內地醫院網絡，迎合跨境醫療需求，整合優質醫療資源，打造理財、健康、養老新格局。一系列優越服務，贏得廣大客戶與銷售人員一致好評。優越服務不停步。